本節目錄音及製作由 Strong Production 呈現。今日同大家講呢本書咧，叫做《競合策略》。呢本書咧係1997年出版，雖然咧已經係20年前嘅書啦，但係呢本書咧係好多商業案例所採取嘅行為啦、策略啦、提供嘅理論運用方法同埋思考邏輯咧，其實都係可以應用翻今時今日嘅。咁作者咧喺本書入面講咗一句，佢話呢個世界上咧最實用嘅嘢就係好嘅理論，佢係印證咗少即是多嘅傳統智慧。好理論之所以少咧，係因為佢唔俾答案；之所以多咧，係因為能夠帶嚟遠比多仲要多嘅好處。除咗已知嘅事咧，仲有好多可以幫到人去發掘未知同埋尚未察覺到嘅事。咁喺競合策略裏面咧，佢嘅理論基礎其實就係個體經濟學嘅賽局理論。賽局理論有好多分支，最廣為人知嘅例子咧就係相信大家聽過噶啦，就係囚徒困境。有兩個囚徒，即係兩個犯啦，佢係俾人拉咗，如果兩個都唔認罪，咁判刑咧就係最少。如果有一方認罪，另一方唔認罪，咁認罪嗰方就被判10年刑期。如果雙方都認罪咧，就各判5年刑期。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最好嘅結果就係雙方都唔認罪啦。但係喺冇辦法事先約定同溝通嘅情況之下咧，通常咧個犯咧都會認為對方係一定會出賣自己，去令佢帶嚟最大嘅好處，咁佢就會認罪。咁兩個犯都會選擇對自己最好嘅選擇，但係結果反而唔係最好嘅狀況。咁呢個例子講明咗一個人嘅最佳選擇通常唔係團體嘅最佳選擇。但係如果呢個囚徒困境嘅賽局重複進行，最後咧就有可能導向一個較好嘅合作結果。因為重複進行咧，大家可以透過溝通啦、背叛啦、懲罰啦，去建立咗一個彼此嘅信任合作基礎。呢一個咧其實就係現實嘅商業運行。賽局理論咧，對於商業分析咧之所以有效，就因為商業嘅發展同競爭咧係一個動態，佢不斷喺度演化嘅。市場裏面咧會有新人入嚟啦，會有舊人退出啦。科技日新月異，人性搖擺莫測，都係同未來嘅變化息息相關。譬如汽車普及咗，令到火車嘅運輸需求下降。電子商務侵蝕咗實體零售嘅營業額，網絡遊戲啊、手機遊戲嘅流行咧，都會造成傳統嘅玩具啊、公仔啊嘅需求咧大降啊。咁賽局理論咧都可以跨產業去討論嘅，唔同產業都有可能互相影響。譬如利用呢個Zoom 網絡會議，係會令到航空商務嘅需求下降喎。網絡興起，行動支付即係嗰啲Alipay 啊、咩 WeChat 啊、支付寶啊、PayMe 啊等等等等咧，其實呢啲都會令到傳統銀行業咧面臨一個挑戰。咁賽局理論咧就可以幫到我哋將所有可能影響嘅因素結合埋一齊，互相比較，揾出最佳嘅策略。咁最佳化策略咧唔一定代表最正確策略。但係喺商業決策嘅過程裏面咧，好多時候其實都係冇辦法獨善其身，冇可能咧贏嗰個攞晒。你一定要決定當下乜嘢係必須，乜嘢係目前可以先放棄，等待之後嘅情勢轉變咗，可以再重新獲得翻。現實嘅商業世界咧唔係零和遊戲，一方嘅勝利唔一定要造成另一方嘅失敗，而係可以創造雙贏嘅局面。咁呢個就係點解談判力量越嚟越重要嘅原因。經濟環境嘅複雜化同埋產品嘅創新啦，單靠一個人嘅力量咧，好難由0到1嘅。咁唯有結合群體嘅力量，先有可能將一個成功嘅產品轉化為成功嘅商業模式，甚至乎由1到無限大。所以競爭同合作係相輔相成嘅。彼此合作
可以將個市場個餅做大，彼此競爭就可以激發更多進步嘅動力。即係譬如曾經有啲講過咩工業4.0啊、零售4.0啊呢啲概念咧，即係個廠商同個企業提供嘅產品，而家其實有好多渠道咧，係可以即時知道顧客嘅嗰個感受係點樣，咁你就可以立刻好快咁去改善到你成個生產循環或者商業循環，創造更加有效率嘅生產環境。即係譬如而家變得好快啦，即係而家其實我哋可以直接去所謂嘅1688，即係直接我哋自己同個廠聯絡，去就可以跳過好多個中間商，咁成個模式咧其實都轉變咗。咁喂，投資人點解需要了解賽局理論呢？咁書裏面咧講咗一樣嘢叫做價值網，佢係將完整嘅商業情景咧描繪出嚟嘅。咁對於研究一間企業嘅未來發展啦，同埋評估企業嘅競爭優勢，即係所謂嘅護城河，係好大幫助。競合策略裏面咧，由價值理論出發，探討創造價值同埋爭取價值呢兩個部分。創造價值咧係着重合作，爭取價值咧就係着重競爭。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呢個價值網所連結嘅每一個點，都代表緊商業中每一個參與者。呢啲參與者咧，佢會一時競爭啦，有時會合作啦，咁啊建立起一個商業競爭嘅動態循環。企業決策咧係企喺呢個價值網嘅中央，檢視自身嘅內部情況同埋優勢，同埋咧其他參與者嘅角度，係由外到內咁去了解自己企業。孫子兵法所講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咁將自我中心同埋他我中心兩種觀點結合埋一齊，企業先有可能永續咁經營落去。而投資人呢，可以用一個俯瞰嘅角度去宏觀成個網絡啦。咁你就可以喺唔同嘅參與者不斷喺度變緊嘅時候咧，你揾出最有價值嘅投資對象。咁價值網嘅兩端咧，分別就係公司嘅顧客同埋供應商啦。咁水平兩端咧就係競爭者同互補者。咁點樣分辨邊個係互補者，邊個係競爭者咧？你需要由顧客嘅角度去思考。首先，個客佢需要啲咩產品咧？即係佢需要配搭啲咩產品，可以令到我嘅產品更有價值咧？咁舉個例子去講，譬如消費者佢要買咖啡飲啦，咁可能順手咧佢就會買埋糖噶啦。咁因為加糖可能令到嗰個咖啡嘅味道咧更加好啦。咁咖啡同糖就係互補嘅品，鹽嘅最佳拍檔啦。咁調翻轉，如果顧客買咗第二間產品，佢就唔會再買你嘅產品噶啦。即係佢買咗 A 嘅咖啡，佢就唔會再買 B 嘅咖啡噶啦。咁呢兩間企業咧就叫競爭者。咁舉個例講，消費者如果買咗 iPhone 啦，咁佢就唔會買華為啦，係咪啊？咁呢個時候，咁企業就要思考，我哋可以用咩方式去吸引顧客嘅購買，滿足客戶嘅需求咧？即係無論係同一個產業啊，定係唔同嘅產業，都有可能咧互惠互補嘅，亦都有可能咧成為競爭者。咁企業同顧客或者企業供應商之間咧，都會形成互補同埋競爭嘅關係。例如企業同員工之間咧，佢係互惠互補。咁好嘅企業文化咧，係可以令到顧客更加願意進行交易，員工都可以見到咧係企業嘅供應商啦，提升勞力智力嘅資源。企業同企業之間喺爭奪人才資源嘅過程咧，咁就會形成咗一個競爭關係。但係喺其他角度去講咧，佢可能可以扮演咗唔同角色嘅。咁我哋可以喺呢本書睇到咧一啲，譬如大學嘅價值網啦。咁我哋可以了解到商業賽局嘅範圍咧，其實係無邊無際，可以運用喺生活嘅每一個部分。而畫出價值網係可以令到我哋咧清楚睇到每一個部分相對關係，並且令到我哋咧發現咧係冇注意到嘅細節。
譬如喺大學嘅價值網裏面咧，我哋可以將大學當係一個企業，大學嘅顧客咧就係學生啦，因為佢哋交學費去攞到教育呢個服務。咁公司係會送員工去進修，捐款人都係大學嘅顧客，因為佢哋提供咗大學可以繼續營運嘅資金。咁教職員同埋行政主管咧就係大學嘅供應商，幫大學提供傳遞知識嘅服務。而大學嘅競爭者就係其他大學啦，其他大學就會提供獎學金去吸引優秀嘅學生，去提供優質嘅人工啦，去爭取好嘅老師啦，或者競爭政府提供嘅一啲補貼。咁大學嘅互補咧就有可能係相互合作嘅教育機構，或者係一啲宿舍啦。咁呢啲嘢就可以令到更多嘅顧客去讀書。咁價值網嘅價值創造功能咧，就可以令到整個商業範疇擴大，亦都係藉由所有參與者嘅合作，將整個市場嘅餅做大。合作之後，無可避免嘅分餅問題隨之而嚟。分餅就係爭取價值嘅競爭。點樣分餅先係公平，令到個合作關係可以持續落去呢？賽局發展裏面咧有幾個基本元素嘅。第一，參與者；第二，附加價值；第三，規則；第四，認知；第五，範疇，形成咗賽局嘅基本結構。企業咧應該審慎評估本身喺結構裏面所處嘅地位，咁可以分到幾多餅啦。咁你可以睇下佢同其他競爭者嘅賽局裏面嘅力量。簡單嚟講，就係你嘅競爭優勢、你嘅話語權、你嘅定價權呢啲關鍵因素。咁我哋可以用附加價值咧去衡量賽局裏面邊個佔優勢。附加價值嘅判斷標準咧就係每一位參與者帶嚟嘅個別貢獻啦。咁書裏面咧用一個簡單嘅公式去表達，你嘅附加價值就係等於你有參與賽局呢個餅嘅大細減去你冇參與嘅時候個餅嘅大細。咁當企業有或者冇參與呢個局嘅時候咧，咁對於成個市場嗰個價值提升咧，其實係冇顯著差異嘅。咁表示企業對於成個市場嘅貢獻度好低，企業嘅附加價值都好低。咁企業能夠喺呢一個賽局裏面分到嘅餅自然好少啦，因為企業攞到嘅報酬就係受限於本身嘅貢獻，即係附加價值。咁我哋可以發現咧，企業成日犯幾個錯誤。第一就係佢高估咗自己嘅附加價值；第二就係佢將個別嘅附加價值同群體嘅附加價值混為一談，導致到錯估形勢，喺競爭中落敗或者結局不如預期。規則所代表嘅就係慣例啦、合約啦同埋法律，喺經濟社會咧扮演一定嘅地位。政府嘅政策咧係會影響商業策略嘅規劃同埋發展。譬如我哋會好熟悉嘅反托拉斯法就係一個好好例子。佢嘅目的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透過規範企業嘅反競爭行為，達成促進維持市場競爭嘅目標，放寬競爭者進入賽局嘅條件，而認為主要係影響緊群眾心理嘅力量，透過任何方式影響他人嘅行為，譬如用廣告建立品牌價值同埋商品嘅信息。咁用保證去提升商品產品嘅可信度。咁喺現實社會，譬如 Adidas， 佢利用社交媒體啦，或者佢用啲 blogger 啦，嘅穿搭合作啦，即係啲 KOL 啦，等等等等啦，去打造出咧，你着 Adidas 就係潮，就係時尚嘅一個風格標誌。咁喺運動品牌競爭裏面咧，突然間突出嚟，呢個就係一個好顯著嘅例子。咁喺了解咗成個賽局嘅基本結構，你判斷到個情勢之後咧，企業跟住落嚟面對嘅先係真正嘅挑戰。點解新嘅企業可以超越舊嘅企業？點解落後嘅公司可以追趕到成功嘅公司？我哋之前提過嘅一個賽局咧，佢係動態嚟嘅，任何參與者加入或者退出，或者其他因素嘅改變，都會改變成個賽局嘅結構。而賽局嘅範疇無邊無際，企業揾到啱嘅方法進入賽局只係第一步。
或者開始可以得到唔錯嘅成績。但係所有嘅賽局彼此牽連，關鍵就係改變賽局，揾到目前最重要嗰個賽局，提出最有效嘅應對策略，先有機會可以一舉扭轉局勢，建立穩固嘅地位。咁雖然呢，改變賽局都係一場永無止盡嘅賽局，咁但係呢個就係經營企業同埋研究賽局嘅有趣之處。你要改變個局嘅參與者，引進顧客啦、供應商啦、互補者啦、競爭者啦，或者剷除或者收購你嘅競爭者。聰明嘅引進賽局參與者咧，創造對本身有利嘅情況，提高企業嘅附加價值。咁企業嘅執行上下游垂直整合嘅戰略計劃咧，就係可以降低供應商競爭所帶嚟嘅相關風險，並且降低佢嘅生產成本，產生合併嘅效果。咁創造需求同埋限制供給咧，係可以提高企業嘅附加價值，因為產生個稀缺感啦，同埋呢個限量版啦。咁呢個係一個根深蒂固嘅認知，令到消費者咧一見到呢兩個字咧，佢就會覺得哇，成日都會做出一啲好唔理性嘅行為啊！即係鑽石同水或者木呢啲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人冇水咧，佢係冇辦法生存。但事實上咧，水同鑽石嘅價值咧落差太大啦，就係因為啲人覺得鑽石好稀有啫嘛。咁但係其實啲開採鑽石嘅公司，佢壟斷咗鑽石市場，佢係控制緊個需求同埋個供給，避免鑽石價值下跌，造成公司嘅獲利大幅下降。但係其實鑽石咧對你一啲用都冇，反而水嘅資源啦同木嘅資源啦，呢啲就係對於人嘅生活咧非常重要。但係大家其實覺得佢好似好多，但其實唔係好多㗎咋。但係你係唔會珍惜咯。咁呢個所謂嘅飢餓行銷法就係典型例子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要定一個啱嘅規矩，無論係對於供應商嘅合約啊，定係對於客戶嘅銷售條款啦，你都會對往後交易咧造成一個深遠影響。即係仲有一種係習慣嘅力量，企業咧係要捉住顧客對習慣嘅依賴。每個人咧都有一個等特價嘅習慣，你日日都優惠嘅促銷方案係會鼓勵消費者可以而家就消費，或者咧你去制定一個會員卡啦，累積點數啦，咁令到客戶本能咧去遵守買越多慳越多嘅規則。咁當市場嘅需求或者供給嘅數量改變咧，原先維持嘅嗰個平衡咧就破壞咗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視為產業地位重新分配嘅時機。企業咧除咗維持本身嘅競爭優勢，例如佢用建立嘅一個領先技術，或者佢規模咗個生產，呢啲叫做護城河啦嚇。咁就可以提升佢自身嘅附加價值，去培養顧客關係同埋忠誠度啦。更加要考慮嘅就係點樣小心翼翼去拿捏供給同埋需求。譬如製造商決定增加產能啊，定係減少產能呢？餐廳每日人山人海喎，係咪要擴大個營運啊？定係要開分店啊？定係點樣呢？咁企業面對需求增加，佢可能可以收購啦，或者佢喺新增投資啦。咁呢啲抉擇咧，其實都係成功嘅關鍵所在，但係都係同失敗係一念之隔。好多嘅商業案例都證明咗，企業嘅決策影響嘅唔單止係當下，甚至乎係往後幾十年嘅。東哥說故事，每日15分鐘為你講解一本好書。如果你都係一個唔甘於現狀，想每日進步嘅人，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加入我哋一齊升級。